将近100档历史，全球规模上大的消费电子展之一——德国匹林的电子展，伫9月7日举行。今年是以使用人工智慧科技设计的家电产品上受到注意。咱台湾某企业去参展这个电子展大约是当创造1300亿台票的商机。 全球规模上大、上有指标性的柏林消费电子展，为9月7日到7月伫德国柏林举行。当地有名的国际大厂拢会借着这个展览，发表年度上新产品甲技术，抢攻第4季圣诞节商机。今年展览规划13个展区，主题包括智慧家电、物联网装置、手机啊通讯、甲电脑周边产品、甲家电顾虑等等。真侪厂商拢会强调自家产品会当节能、永续发展。We see that consumers, more than 70%, actually would like to use and like to buy more, I would say, energy-efficient appliances. 人工智慧也出现伫今年的展览内，为手机啊，就会当知影冰箱内底有一寡什么款的食材。那三星是推出98寸的电视，非常吸引人。We're focusing on entertainment. Today we introduced a 98-inch massive big TV becaus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bigger and bigger TVs. But we also know that 71% of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 way to reduce energy. So we'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ll of our machinery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reduce money. 去年开放实体的消费电子展，虽然有缘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亚洲国家因为旅行限制，无法度跨境实体展出，有缘是创下超过45国。 拢总有1100间企业展出，吸引全球超过16万实体观展人潮。今年台湾也有厂商飞往柏林参展，主办单位预估今年会有2000间参展商，创造40亿欧元，大约超过1300亿台票的商机。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。